再来看，之前新北市邦桥树立幼儿园传出饲囡仔药仔的事件，嘛，互苯巴比妥甲氯二氮平药物的管制受到关心。小署进行预告，这两款的药仔未来纳入第4级管制药品的管理。第预告记录有接到真侪意见，小署是表示讲，因目前还未决定讲什么时阵要实施，也毋过会有一段时间，互大家来做准备。新北幼儿园饲药案件侦结无起诉。不过，这件代志也引起个人对苯巴比妥类镇定剂药物的注意。食药署伫咧最近有告，要甲苯巴比妥加氯二氮平复方药剂纳做第4级的管制药品管理。伫咧有告期间，也接到真侪正反的意见。重开奖的部分，它有一个正面的意见，还有657个反面意见啊，及95个其他意见。有7个公协会跟1个制药公司，反面的意见大概5个啦，其他意见有3个。食药署讲，这回主要是考虑到民众用药的安全，并且参考世界各国管理的方式，像伫咧英国、加拿大、日本、纽西兰、澳洲等国家，也有联合国，并无甲苯巴比妥加氯二氮平这2种复方药仔排除管理。虽然复方的成分的含量比单方较低，不过若用多了也是用掉的。地主基层医疗协会认为，包括胃肠科、家医科。对这款复方药剂的需求量真大，若管了只有一粒药仔无登记，就被罚几60万，恐吓互医生唔敢用，影响民众的用药权。好，你说微量吃多了也是毒，就问食药署啊。那市面上那一大堆的那个感冒糖浆里面还有麻醉管制药品的感冒糖浆，为什么不管制？那里面还有鸦片呢，还有 codeine 呢。对各界这么多意见。食药署讲，实施的时间也未确定，不过公告甲实施的时间中，会有一段时间，互大家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